大家好，我是阿婷，我是 Lucy， 欢迎收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外讲台语》。今仔日做难就是暗时出门，我们今仔日有一个任务要来甲闽琴会斗3工。今仔是要来无用啥物咧，就是要来找这只鸟。敢看会到？我的衫对面这只鸟，这只就是粉鸟莺啊。因为我后壁的树仔顶有发现到鸟仔树，趁因下暗较无遐尼活跳的时阵，因咧歇困的时阵，看会当甲因掠落来做测量，阁有甲因斗因的骹鉗啊，后盖会当观察到因咧创啥，因飞去倒位，遮的资料拢会使记录着。现在有一个人帮忙拿着啊。218，称重了吗？扣重了。这样。研究员甲鸟仔囝掠落来以后，兽医师会先甲因称重，刷落来会用镜头自头摸到尾，详细检查因的身躯、膝仔、甲双脚的骨头敢有正常。好，有带。好 ，OK。本质上也有，对啊，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所有东西今天大家要。这个时阵，研究员发现伊的手顶悬有鸟屎在蛇，这一张桌子代志不妙咯。疫区。太可怕了。刷落来，兽医开始对因的喙内底采样，顺续检查消化道敢有正常。采样的过程，研究员开始享受，不是开始烦恼伊刷落来爱上一礼拜啊。一个礼拜，你会觉得全身上下都有小虫在爬。兽医师继续抽回采样，转去做一寡检验，通好收集资料。检验样本拢采集了后，是投糖的时间，会甲因点药啊，这是要投鸟屎之类的外假时糖，嘛会饲因食药啊，希望甲因体内内假时糖投好死。搁来是甲因规身躯会当量的所在拢记录落来，骹脚的长度、骹骨外粗外长、膝仔长、身长、尾长。透过收集这寡基础的资料，会当互咱对这款物种更较了解。最后就是要送因纪念品，白铁啊甲塑胶做的骹环甲下起哩。安尼若是未来搁拄到因，就会当看编号甲色水，知影因是啥人，就亲像因的身份证同款。好，绿63。有当时因为地形环境无同。无法度坐吊车的所在，就需要你是请爬树师吊绳啊去你树顶掠鸟仔囝。好，莫看因安尼轻轻松松，咻一个就去哩，迄嘛是需要专业训练的哦。我发现一只在我的头上，对，离我非常近。我这边抓到一只。好，那你先抓一只。好，我们抓鸟喽。可以吗？好，慢哦，慢哦，慢哦。我看到完整的痕迹。可以吗？慢哦，放慢。快哦。
镜头搁转来这边，两只婴仔囝的检查结束，兽医师翕一寡相，就要放因转去啊。这箱内底，拄仔这箱内底有2只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。今仔日较无好的代志是，这只母的伊的然后内底有一寡感染到这种寄生虫，伊的一寡镜头，所以爱刷来，搁爱继续观察。今仔拢有先甲因投药啊。头出来。婴仔囝会感染到毛地虫这款寄生虫，通常是因为食到带病的鸟仔，若是严重，有可能会死去。所以咱唔通伫外口饲鸟仔，才袂互因有机会活做伙。这款病较袂拖遐尔紧。民禽会除了掠鸟仔、下骹拳这类的下放调查以外，若是鸟仔收的环境适合斗机器，嘛会透过网络直播来互大家熟悉因。有足侪足趣味、足笑诼、无法度想象的画面，会当透过荧幕看到。看婴仔囝一工一工大汉，袂输是家己厝内囡仔同款，使人真感动。当然，有时啊嘛会有伤心的时刻，希望因拢会当平安健康、快乐大汉。因除了野外的工课、网络直播，为着直接甲大众交流接触。嘛会出去摆摊啊！刷落来，我甲女士要来去甲因探班，看因敢有咧冒飞。第三名啊！你叫我抓。民禽会伫遐，咱做伙去。好啊。嗨，阮来啊！恁今仔日生理安怎？袂歹啊，今日人嘛足济。就要送你这呢，哪只站？我追。迄是大安公园的，因大只以后就跳水礁。公园就会看到伊啊。亲像这旁边就即摆就真细汉，差不多3礼拜吧，20几工尔。哦。对啊。恁除了来摆摊啊，阁有咧创啥？摆摊阁有咧创啥？做研究啊，爱四过去看倒有品品有温交因啊，找伊的show。看伊今年show做了安怎，伊的囡仔有顺利出世无？出世了后顺利离开伊的show无？有动力无？安尼，看即款囡仔有健康无？若有受伤的，就有人会送来阮的办公室，兽医就会甲伊治疗。啥物时阵上无闲？啥物时阵上无闲哦？差不多5月甲6月时阵。足无闲的，免庆来生囝的时阵，阮就足无闲的。会去现场做直播，看机器，然后看，然后在网络顶看，然后放直播。理事长，咱研究会其实算一个 NGO 嘛，是，所以你一定有你家己咧做的事工还是工课。我知影你有咧带人看鸟仔的导览，对无？是。敢佫有啥物其他的工课？你平常时咧做？这你有概念哦，因为足侪真侪人，真侪人就是讲吼，你咧做理事长有领薪水吼。其实咧民间团体的理事长、理干事吼，拢是做义工啊。一方面就是讲我带人看鸟啊，另外一方面我自几啊年前我就有咧翻译一寡参鸟啊有关的迄个册。是。旧年底吼，这本是我上新的一本作品啊，这本毋是我家己翻译，这是结合真侪专家做伙来投入来出版一本册。所以伫这本册咱咧这翻译搁编写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发现了真侪真趣味的代志。这本册内底拢是介绍，拢是咱台湾即马有出现的鸟啊。来，比如讲这只。哎呦，那你到我身躯顶都无成啊？就是哎呀，拄啊好。19世纪1866年的时阵，
这个外交官叫巡河，有人对台湾的内地来带一只鸟啊，当地人哦叫做高民，所以咱叫高民英吼。百外年前，咱台湾的祖先啊，就安尼叫高民英。哎，还搁互你看，搁另外一个，哎啊，这只啥？哇，这只，阮头拄仔制作人伫外口停车的时阵讲叫伊用骹来踢头。哦，这只就是长尾山羊。长尾山羊，来看卖，咱同款哦。1863年的时阵，又搁是巡吼，伊到淡水无偌久吼，伊就请人去拍蜡。是。爱拍蜡人就炸几只这种灯啊，伊讲这种当地人啊，甲这种鸟叫做长尾山羊。来，这只。这伫咧春天的时阵，伫咧山顶日日落落的。这嘛是咱这公园啦，还是伫咱学校啦、山区啦，足接看的。我足介意。足接看的，这种咱即马华语叫做五色鸟，因为伊有5种色，身躯5种色叫五色鸟。啊，这只咱即马台语叫做啥物？花仔花香。啊，我伫翻阅这本册过程中，我发现原来19世纪时阵巡河有记录一个名，咱来看是啥物名。好。这种啊，伫咧 Formosa， 就是伫台湾吼。这种体型较细只，但是较水的吼，这种代表吼，汉人啊，该叫做花卡鸟。啊，伊后壁有是咧挂号吼，伊的中文啊翻叫做绣花鸟。哦。绣花鸟，后来我去查吼，这有可能是啥物字呢？结果我查，结果可能是一种物件叫做花挂。花挂，哦，头拄我念的音无。有淡薄仔像安尼，哪要信吼花挂？因为我真正我咧读的时候，我嘛读无，我唔知。对啊，花挂我去查，就是讲以前较早吼，譬如讲咱要嫁出来时阵吼，啊有迄种绣花的衫，啊这种物件伫咱伫福建、伫广东、中国南方这个所在，有咧流行这种的衫，有咧绣龙，那赤龙叫龙凤挂，啊若有绣花这种叫花挂。哦，啊所以咱想啊，迄个时阵咱的。古早进前，咱若对迄长山过台湾来到遮，可能嘛甲迄位遐种花挂，再来台湾遮。啊，若这种花挂水水啊，咱若较早英国人看到这种鸟啊水水啊，叫伊花挂鸟，有这个可能啦。对，做趣味的呢。有这个可能啊，但是事实是啥物字？因为伊无写汉字，咱唔知。但是伊甲这个音留落。读起做成的啦。啊，所以读起来，我认为啊，有可能是叫做花挂鸟。哦。啊，这咱就扣一个，对啊，咱唔知影这台语的名等来。嘿，理事长，咱像咱闽琴会成立，其实伊一定有一个目标嘛，还是讲想要对一般大众做啥物代志？敢当请你帮阮。是哦，咱台湾闽琴研究会吼，自成立到今嘛已经超过30档啊，所以咱来去欣赏吼，啊来去观察，跩营啊，这是第一件。啊，第二种有。持续吼有参咱学术的单位、参政府单位啦，哦学术的机构啦，有合作来做闽琴的研究。啊，另外在婴仔受伤、破病，啊就来遮啊做治疗。啊做治疗，这治疗已经是咱讲预防胜过治疗。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咱搁去推广这通杀这个问题？因为就是咱兽医发现讲，做一婴仔，伊是去掠。鸟啊，弄着玻璃，伊嘛去碰弄着玻璃，啊，才开始一步一步去推查，才知影讲有这种问题。啊，所以咱才开始去推广这种窗啊、玻璃啊这种的改善。这是这几年咱闽琴会咧做的代志。真正是不做代志难做，就好耍。好啊，多谢理事长，多谢。学着遮侪物件。对，感谢。啊，你等下帮我签名。啊，甲你签名。好，多谢你。好，谢谢。今仔这是有啥物较特别的物件无？琴门就这啊，就吸血啦。他们喜欢吸血，对，就是吸血，然后吸我。那我们的话，他也会吸，但是他。人叫定地安怎？人叫定地安怎？上啊，一礼拜啊。一礼拜。没有，我今嘛感觉在上啊。啊，等于要处理？要处理最辛苦。最辛苦刚刚不好呢。李敏是不是说洗澡没有完全用？要还泡温泉。哦。浸烧烧这么细。嘿，衫爱浸烧水，也是放伫迄冷冻库。哦，才用。所以刚才洗身躯不一定呛得掉。可能无法度呢。我操啊！
食，啊无你等下去洗温泉啊。好啊，你去到洗无？